阿母，今仔日食啥货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阿母今仔日食啥货。今仔日 Lisa 阿母要来教大家做古早味鸡卵糕。顶摆咱有教做 cheese 鸡卵糕，唔知影大家做了安怎，敢有成功咧？那大家感觉 cheese 鸡卵糕受过困难，安尼就来学这古早味鸡卵糕，简单搁好食哦。咱今来看要安怎做。咱需要的材料有鸡起面粉、番米粉、番米油、巴塔、牛奶、两青、两银、白糖、柠檬汁。第一步，先将番米油甲巴塔做伙烫好烧，时间差不多转1分半。无番米油，用沙拉油代替嘛会使哦。刷落来将面粉甲番米粉淋做伙。然后将烫好的油倒入去拉好搅混，拉好了后，将牛奶嘛甲倒入去拉，刷落来将8粒两银嘛倒入去拉好搅混。伫继续后一步进前。咱爱先甲电烘炉转345度加用好烧，搁来将两青、柠檬汁甲白糖下落去做伙拍，拍甲伊卷起来，扭起来时阵有一个角，安尼就好啊。刷落来，先将1/3拍好的两青倒入去两银迄边拉好搅混，拉好了后，将剩的两青拢倒入来继续拉。辣椒混了后，就会当倒入去模仔内底啊！袂记一个，模仔内底爱铺纸哦，安尼烘好揢出来较方便。倒好了后，要下入去烘盘进前，嘛同款爱先伫桌仔顶削削的，甲内底的空气削出来。若无烘出来内底是会有一个空一个空的哦。用好了后，烘盘倒差不多1/3的烧水，然后下入去电烘炉内底烘差不多50分钟。50分钟烘好了后，甲伊拖出来，洗一个头，搁甲烘20分钟。烘好了后，甲揢出来脱模，放好凉就会使切啦。好，以上就是好食的古早味鸡卵糕的做法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大家紧家己做来食看卖的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介我影片，要就时间该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观众朋友们一起直接订阅那个新闻，安尼才能迅速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大家要来加入 Lisa 的会员来给我支持一下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老朋友去一下赞的哟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